因应人口老化，政府规划推出高龄社会拍皮书，在行通策略当中有一项是提供丰富的语文天养电视节目。人家电视产业将做嘅数位化为，也因有观众提出讲，希望客家电视将快升级做高画质频道。行这样种某次过先前接触客家电视专访家下讲，而最近都好屯合理费主委刘庆忠有讲到一个问题，为好好咩呐用来提升直播品质。客家电视某种程度对一些乡亲来说，它也是一个学习客家语言的管道。那客家电视已经12年了，那其实它以人来比，就是小学毕业了。它可能要更迈向另外一个阶段。那我们也会其实现在渐渐越来越常观众会反映，就是他们也希望，客家电视的直播品质可能也要提高。那刚好，其实它也可以某种程度对照到院长的高龄社会白皮书里面。其实我看到有一个行动策略是要有更丰富的艺文。影视的相关节目，那在这个部分，院长觉得就是在可以提升更好的直播品质的部分，客家电视可以怎么进步？我想这个应该可以有几个方向了哈，譬如说像这个整个品质，我们是不是可以往上升一级啊，把它变成是这个高画质啊，这是一个方向啊。像最近这个主委在跟我谈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这方面我们会来认真思考啊，看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来帮忙。那另外当然就是说是发展这方面的，我想不光是客家了，包括其他我们整体有关这种影视音的这种节目，这个范畴来讲，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考验还是内容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好的题材然后找到好的这个发行的形式，你是用影集的方式，你是用专题的方式，用纪录片的方式，还是用其他新闻的方式等等，在这些地方我们怎么样有好的这种题材然后能够把它这个做出可以有一般这种视听大众大家有高接受度的这种的内容，所以我想像这些地方大概都应该可以是一些努力的空间的。我想非常高兴了哈，这个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我这个节目实际上应该早一点来接受你们的访问，这样我可以赶上你们7月1号的这个台庆那么这个我在这边也预祝我们客家电台在未来有更多的12年都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展事实上也可以讲，我发现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可以讲是。在客家这个领域，我们有我们的一些特色。我那时候也特别跟这个刘主委也提到我们是以政府来讲，是全球唯一一个政府有客委会的政府，变成一个部会然后我们甚至于说，以这个客家文化的学习来讲，我们也是全世界大概唯有的地方，我们有3个大学有客家学院这个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有这种特色我觉得像这些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其他的政府的客家政策的推动，那以这个客家电台来讲，这些地方实际上都可以有这个发挥的余地所以我想我们这边深深期许我们客家电台。非常谢谢院长接受我们的访问，非常谢谢我最后还是讲几句安之些，西蒙尼。多谢，多了。